家人喜欢吃艾草，但是它是季节性的植物。为了要在各个季节都能够吃到艾草制品，在竹东的糕饼师傅刘世能，他把凤梨酥改成了艾草酥，内馅呢用的是梅干扣肉里面的福菜干，清香的艾草酥皮吃得到福菜的咸香味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你来品尝。30年的老饼铺隐身在竹东热闹的市集里头传出的饼香不太一样。它打发了以后，再加那个艾草。面团在搅拌机里或者均匀打发，这会儿还是黄黄的奶油色，就等着艾草登场。这就是我们已经处理过的艾草。艾草就是客家人吃艾草板的材料，初夏时节最常见。为了让艾草1年4季都飘香，刘师傅研发艾草酥，酥皮里就加了它。我是出发点是这样想的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，艾草，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得到啊。变了色的酥皮传出淡淡清香，由凤梨酥发想出的艾草酥有了新的走向搭配，外衣内馅都有客家味儿。你要是我哋一般讲的梅干扣肉菜，梅干扣肉是刘师傅小时候最常吃的，难以忘怀的妈妈味。他灵机一动，成了馅料。我要做这个东西，艾草产品，我就想到说，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客家比较的元素结合那个西式糕点。邻居朋友帮忙试了好多次的口味，让看似不太可能搭在一起的食材成功凑在一块儿。艾草包覆住福菜干，也锁住了妈妈味。2年前的创意发想一上市掀起了热潮，限量供应的艾草酥，不少在地客人都被独特的口感迷住了。当新鲜的东西，忙起食道就讲落在，係感覺到是皮頭嘅鹹菜梅頭咧，鹹菜乾梅頭，啊，真正是油油嘅葉版嘅梅頭，葉版嘅葉梅頭。傳統的食材能不能變成小點心，有了肯定的答案。30年的老餅鋪不止守成，劉師傅用私家情懷，讓客家風味用創新方式繼續飄香。溫暖的奶油色和一層層的鮮綠共舞，福菜的客家印記擔綱主角。烤爐裡一個個艾草酥，飄散着最原始的感動時刻。